听伯伯七字调，黑白边来黑白调，啥物啊？但你毋是有迄编剧甲编剧的老师要来。要是我连话拢讲袂清楚，我想讲就是可能我会当甲因转一个啊，我就会当去演一个歌戏啊。你想这啊？是安怎？其实咱已经熟悉迄美云老师甲迄洪尚啊，咱直接甲因面试，安尼是毋较紧？好啊，无你去，咱看讲有迄关系，我会当拄诶。你即种行为敢好？无啦，讲笑诶啦，就是请因甲咱指教一下啦。好啊，安尼以后咱就期待后边伫咧舞台顶诶演出，赞哦！听到没有？咱今日节目到遮。但是我画面应该是别人看袂出我是像对无？若是别人看袂出我是像，我是 OK 妆容画甲真高。伊若是看袂出我是像，我感觉是 OK 啦。但是若是会去互看出我是像，我就无 OK 啦。讲安尼袂输六个，知影你生做啥物款的。我就歹代志做伤济，惊人看，惊人知啦。哦，是哦，对啊。好啦，咱今日就是毋知影讲两位老师敢会做歹巧诶。我最紧张的呢，我嘛是，毕竟就是咱之前的经验嘛，知影讲咱这即寡先辈，因为伊对这种传统的物件拢有一种坚持。然就是又要讲一条，咱是要另外找一条坚持的歌，就是因为伊拢有家己的坚持伫咧，对，所以所以惊讲就是，譬如讲咱咧讲啥是咱开讲啥物，我是较惊会甲人得失着呢，会讲得失着，我感觉是真有可能，无惊回真的是个回失的安尼尔啦。好啦。到底会讲得失着，还是讲会当好好啊开讲，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一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佮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欢迎。咱今日空气足少的呢，因为内底伤济人，我感觉有淡薄仔真闹热，真闹热。然后朋友，这间新房间内底头一个内底关一个。来，咱请两位老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大家好，我是歌戏的编剧陈建生。建生老师你好，你好。建生老师毋是迄个，不是这刚才讲，是别闭掉，不是拍广告，毋是迄个中医的迄个哦，是迄天顶上青上光的迄粒青的迄个星，对，天顶上健康的迄粒青。你讲我感觉真好记哦，天顶健康。系啊，天顶上健康的迄粒青青，但是安尼有替某一个做健康的迄个中医拍广告，卖讲中医啊，老师来。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戏音乐的工作者，我嘛是即届东北云歌戏团名博客栈的编曲设计，我是单心汉。那一般人大家拢叫我 Polo 较济啦。Polo，哦，你甲另外迄个 Polo 有有关系？那另外迄个 Polo 是啥物？有一个艺人，当是 Polo。哦，系啊。然后别话恁讲，这两个老师今日吼真趣味，因为伊完全毋知影讲黑白边是啥物款的风格，因就去用骗来上阮的节目。真嘛知影。真少嘞，看卖。20岁，我18岁呢，29岁呢，9岁。我2021啦。好啦，会使，互恁过。好，我想问讲，就是恁是伫什么款的情形之下来接触到歌戏？以前我是高中开始，高中就开始高中哦，进入剧场去看歌戏，迄当阵是看河洛鸽子戏团，也佮有董碧云老师的剧团，逐年拢入去看伊的公演安尼。哇！所以迄当阵是入去看，啊袂入去做。迄当阵是戏迷，后来是读大学的时阵，伫咧师范大学因有歌戏社团，才参加社团开始学歌戏。哦，厉害呢！无，咱会得拢安尼哦，先拄迄上健康的迄粒青开始，再个换破咯。我等下想叫伊破会变咯，加掉。好，过来破罗老师。我甲建生差不多，就是阮两个拢是自细汉就开始看戏。我较细汉看戏的时阵是电视歌戏较济。就是迄个
差不多，就是对阿祖啊阿嬷吼。对啦，我嘛是跟阮阿祖阮阿嬷做会讲。差不多嘛吼，拢是伫电视啊，那食暗顿啊，那看戏对，暗时的时阵。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阮爸爸妈妈到尾因拢是即种算是艺文活动的爱好者啊，所以讲我自细汉就互因带入去剧场内底啊，慢慢看歌戏啦，各种的表演拢会看。像咱会行入来即度，有啥物路会当？因为阮遮18、9岁，阮过来要找工课啊，阮想要知影讲，安怎会使，就是家己即度啊。迄当阵是读研究所的时阵去修一个课，就是在教编剧。迄个老师叫做施如芳老师，就竹青的几位，你熟悉哦，剧作家。就顶回来迄164的共同编剧啊，是，毋是，但是咱迄个是做另外一个，对，蔡一旋老师，对，所以呢，其实问蔡老师嘛是会使对无？啥物啊？是要老师歹势你继续。迄当阵就是董碧云老师因在找编剧，老师就介绍我去替伊写呢。老师替你做中间人安尼。是啊，所以就是重点就是你讲好哦，歹势哦，老师怎样的风格啊？伊知影讲咱拄则迄句差不多，毕竟伊20岁嘛，甲咱差一两岁，差2岁，可能是风格是共款的。那普罗老师咧，我会惊去即度是因为我无啥会晓读册，无啥会晓读册。嘿，对，但是我伊高中的时阵，我开始学乐器。所以讲我到高中的时阵，因为我读的是迄种，甲这一点关系都无的，我读的是商业经营。商业的，对，商的会使来即马做一个，学会计学啥物经济安尼，我拢袂晓。成绩就歹安尼，到要考大学的时阵，还无好读对，佮我知影讲有一个台湾戏剧学院，伊是独立招生，就是讲毋免参加所谓的免考试，嘛是爱考试，但是伊是就是考你的专业的科目，安尼考演奏，在个之类的，对。老师你当阵乐器是学啥物？我是本拼仔的，拼仔，拼仔，迄个拼仔，毋是，我听起来是鼓吹，毋是迄啊，迄是唢呐，直笛啦，直笛毋是我学的，毋是，你是迄种长的迄种较优雅迄种嘿，小看中国风安尼啦，有种木洞，你敢知？伫咧牛背上本片仔的木洞，牛骑牛的，伫遐算牛，我永远拢下骹一直无算着迄个啦。你知我讲啥？我毋知。对吧？所以迄时阵就去考即个台湾戏剧学院，迄时阵叫做台湾戏剧专科学校，安尼我读即个音乐系，所以讲才开始就是学即个歌戏的伴奏，尾就开始学即个写歌即件。写歌安尼啦，安尼先来问健康的迄粒星，健康，你好讲话哦，歹势。老师在腔是毋是爱家救者？是毋是爱抓？恁那家抓？拢会演。多谢老师。你们问讲你咧编戏的时阵，编剧这个灵感是倒位来的？灵感哦，听到无？你去纠正啊吼！灵感其实灵感就是平常时就是爱看就这册，爱看册哦。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平常时拢看别人的故事，听别人的故事。去倒听啊，去参悟别人的故事。参悟别人的感情，参悟是我。老师，这不是我讲的哦。老师真正就是要来这节目。伊平常时嘛有主持节目，真的就是这个风格。好啦，等下咱就莫讲话啊。我老师教你啊，但是我袂加互你钱哦。好，安尼除了就是爱看册，也是听别人的故事。你敢有听过其他的编剧有啥物特殊的方式，咱得到灵感？其实真正就是咱伫咧平常时咱的人生当中，爱去加一寡体验的机会。体验哦，老师伊家纠正，伊讲你会验无？你个歌。体验的机会，是。这时阵是咪唱一下人生的歌？我过头去过。老师，你哪不爱接哈？有的时阵，我叫是你会接落去。但我拄则真正伫咧车顶嘛，是咧听黄义玲啊。无你真唱一个，阮有30秒的时间，无办法会使唱一个来开始。你有才知影。咱的舞台。
爱用青春来伴。请问你敢知影恁在参加的是即款的节目？偏偏因为迄宣传的小姐笑起来，要坐笑伫边啊，强要起笑啊，伊伫害头。好啦，安尼我想要来问讲，就是嘿，即出要宣传的舞台剧，一个名播客栈，明好好念哦星相会节，明星相会节，明星啦，明明星嘿星相会节，就是即个故事的发想是为倒位来的？伫咧进前就有一出舞台剧哦，是迄当阵就是叫做面部客栈。是其实这个灵感的来源就是为有一本册叫做名播用台客栈语喜欢讲《聊斋志异》。哦聊斋，聊斋，斋，拢讲鬼啊，妖怪的故事。哦我知影在内底有狐狸，对吧？狐狸，是。啊，内底就有一个故事叫做《谢风平》，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书生伊去冥界，要去为伊的父亲伸冤安尼。才发现讲冥界这个所在甲勇敢差不多，差不多。哦就是有人拢伫咧做生理啊，伫咧生活啊，有嫁娶啊。这个故事是咪甲木莲救母有冲突？冲突袂冲突。木莲毋是讲伊落去做下骹足苦诶，要改。但是无人去地角啦，伊是去地角，伊这是去冥界尔。未去地角，所以就是民间才是地下1楼甲地下2楼以下。安尼了解，安尼了解，无共款的所在。安尼我知影，是，灵感是为遮来，就是咱会好奇讲人死了后是去什么所在对，咱的亲情朋友因若是过往了后去遐，是毋知影是过什么款的生活安尼。所以是拄则发上来的，趣味。哦，安尼想要来问一个较专业的哦，想要问讲就是这编腔的老师，这主要的工课内容是啥物？你讲话会腔有毋对，安尼啊？主要毋是即个讲话腔口的问题吼，即个腔是那用国语讲较了解啦，但是用台语讲叫做唱腔，但是阮一般拢袂安尼讲。唱腔就是讲歌戏，无歌不成戏，吼，就是讲吼，咱要做一出戏，一定要用歌当做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嘛，吼，比如讲，咱一定要用即个歌甲舞吼来演一个故事。所以讲，跟先把这个剧本的歌词写出来了后，我就要负责把这个歌词甲变做歌，咱再来互演就编写。主要爱编几条曲，看有几条咱是用几条，是用几首。一般来讲，我们用调啦，我哋讲一拍歌，一拍歌。正常来讲，传统来讲，一拍就是4句，一句7个字。7字啊，总共有几字？其实28，真高。对，这差不多28字算一拍的话，安尼比如讲规出戏就看编剧写几拍歌，有的时阵较重点的唱段吼，差不多一个人会唱差不多5拍以上。一个人5拍哦，一个人差不多唱5拍。迄是咪拢爱背起来？当然啦。一定是安尼，即摆歌戏拢做现场的，你敢知？伊毋是拢做活的，还是讲变做背起来就好？基本上吼，做活的迄是，譬如讲伫庙口的另外一种方式。活台戏，挂台方式，迄咱讲叫做活戏嘛。对。但是阮即摆做的这，譬如讲面部客栈，这是伫剧场内底做的。吼，所以讲伊是死戏，就是讲是拢先套过的，所有物件拢设计好的，有剧本的。吼，安尼所以讲这一定是演员爱甲背起来，毋若讲爱甲即个词背起来，嘛爱甲即个。唱腔，甲这歌吼拢背起来，甚至甲身段、甲动作，吼，甲即摆要做啥物表情，吼，要讲话要讲偌大声，全部拢爱背起来。对啦，因为即摆剧场边有迄拍字嘛，对，有迄字幕，伊若唱无共款，可能阮这袂晓台语的人就会看无迄戏。对，所以老师你这编的，你拢会晓唱晓。嘿，一定爱。敢会使唱两句，阮听者。拄则有唱人生的歌嘛？人生的歌毋是一拍啊。但是有讲到是，你总是爱唱一两拍，阮知影讲你真正是编腔的老师啊。好老师，你安尼话当做你是来主持节目的，我无相信你是编腔的。我老师这样想讲，系啊，变安怎？还好啦，老庆歌。一般来讲吼，譬如讲，即摆咧写歌的时阵，其实阮有足侪素材当使用。对。譬如讲，我讲素材是讲，咱歌戏有足侪传统的曲调，吼，就是迄种大家拢可能是较熟悉的歌。阮来甲遮的歌吼来当做阮一个资料库，想讲来安排到即个伊的唱词面顶会当安排。伊就头种朋友听起来就会感觉足熟悉的安尼。
但是有的时阵呢，这个传统的物件，对，无一定适合即卖的气氛，所以讲为着这个新的唱词歌词吼，啊，阮就爱为着这新的歌词啊来新编这新的旋律，吼，互伊变做一条新的歌安尼。啊，我即马唱一条，就是伫咧即出戏内底吼，董文华老师，即个台湾的第一个京剧老生，啊，伊来唱歌戏。啊，但是歌戏一般拢小调吼，啊，互一个老生唱小调较无适合，啊，所以讲吼，比如讲为着伊出台，我就写一句讲，专心的叫做重剑吹马，重剑就是压着提剑，吼，嘿，啊，吹马就是吹骑马出来安尼，重剑吹马，鸟将飞。哦，像安尼，啊，伊伫内底唱了了后，啊，才刷锣鼓，互伊出台，安尼，啊，观众朋友就会感觉讲，哦，我听到董文华的声，我知影伊要出台啊，吼，啊，就看到伊出台安尼，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专心的设计。我拄仔是紧张的。我拄仔想讲，那唱到一半无去吼，就毋是录音机是一个问题，我是想讲外口的同事敢知影讲，咱个内底被创啥？还好啦，还好。听到菠萝老师在中气十足的声音。我有调讲离较远一点嘛。有，我嘛有随调整，随时我的手就伫遐拿 DJ 安尼噜噜噜噜。除了有这个董文华老师以外，但是我有一个最重要、最想要知影的代志，阮兜的迄柯阿凯是毋是在唱伊的歌？你太早要讲啥？这个扣我就知啊。先啊。该问柯秀妮老师，柯秀妮老师一定会去，好无？我有看到啦，我海报面顶有看到啦。我想要知影讲现场就是咱这个小主角，无安尼啊，咱来介绍一个人物好啊啦。对啊对啊，主要的演员咱看到像对啊，阮电视剧的这面部客栈遮的人，敢拢会搬去剧场。伊想足久诶，到底是啥人要回答咧？爱先拍起来，阮要看诶，就是拍过了，才会使介绍。对，一定是爱有诶啦，一定是爱有诶对，就是讲，咱拄仔讲到唐文华老师以外吼，就是咱唐美云歌仔戏团、董美云歌戏团诶金三角。金三角，董美云老师、柯秀妮老师，一个小咪老师，吼，绝对会甲观众朋友见面。啊，另外较特别的，就是讲有即个四位的即个客栈内底员工啦，吼，嘛是大家伫电视就熟悉的，比如讲有蔡进南哥，嘿，啊，有你汤贝啊，啊，有你拄仔你讲小主角吼，徐富凯，啊，有即个方兴，吼，玲珑，啊，有方佑兴，吼，因这四位就客栈。最先，哦，你就专业了，都是啊，都是啊，我老师在靠钱去底下。系啊，所以阮这四位的客栈员工拢有参与演出的吼，所以你当看到活跳跳的，毋是敢伫电视内底，活跳跳伫咧面前的安尼，家己去看。好，所以重要的就是家己去看，老师要起笑啊，爱买票啦。爱买票对啦，先买票。对啊，咱是当时开始买票，今晚已经开始啊8月初8。今晚已经开始。听到没有？你若是听到这部的时阵，票已经卖了啊，迄就是卖怪运啊，你就是来抽阮的啦，期待讲你家己会抽到。好，老师想要请问讲就是，你若是编好了后啊，我若是今仔日，譬如讲今日我是唱的人，结果我唱袂起你，安尼敢有法度做调整？袂使啊，当然袂使。无啦，不过其实因为每一个演员咧，伊的声外悬吼，伊的特色是啥物？嘿，这我拢是一定爱知影。对，所以咧安排的时阵咧，写的时阵，就是拢爱考虑一下。所以就是为我个人量身打造的，打造，打造，好啦，嘿，健康的青要甲我纠正无？啊，所以就是编好了会当去做调整。那真正唱袂起会使调。对啊。哦，若是譬如讲我迄个字有问题，会使改。嘛是会当改啊，这就是排戏就较重要的问题。你看，就甲你讲有的字我念袂出来会使改，你看你就毋信。我哪有叫你改过啊？有啊。想要问讲安尼敢会考虑到就是地方口的部分。一般来讲，阮拢是用较关中的讲法啦。有细腔就是讲的啊。比如讲，阮之前有一个演员，伊是宜兰人。哦。伊讲话都会，水水软软。无就会无说就讲正牛。
哦，进哦，安尼但是安尼伤过明显啦，就是讲因为伊做的是古早人，伊毋是做宜兰人，对吧？所以讲像这都伫咧排戏时阵都会尽量拜托伊讲，嘿，会甲收掉。但是若是伫现场真正无写字去走出来，要安怎？都好过。现场吼，因为这都观众朋友谈到啊，登去还5巴呢。看戏都是现场啊，你现场嘛，敢若迄一届尔，对吧？吼，好，安尼想要问讲，两位老师伫咧排练的时阵，甲演员的对话，敢会是用台语？健康的青爱先，健康的青爱先。一般来讲，我刚刚 Polo 的讲话拢是华语，不过像寇秀妮老师，也是小咪老师，还有像王金英老师，这前辈啊，甲因咧讲话的时阵就尽量讲台语。对啊，阮之前有差不多甲因讲过几句啊，因拢是台语的。是，好配合对方就对啊。是哦，想要问讲就是，恁咧排练的时阵，恁甲演员对话讲台语嘛？恁伫互相搭配啊，是讲你创啥时阵？我想要听一个较精彩的部分，就是我敢有相拍是无？哈，你就要开始要进入相拍，我想讲千万家啊，千万家啊，弯弯的起配比就啪啪落啊！好，老师今天是咱即挂的，伊知咱想要问啥？对，一定爱啦，一定爱哦，就是一定爱好评的。我想讲，我看完，想要看恁就是花台。高插的玩家安尼，更新应该是一个，你应该讲话应该有感觉到，就是温温啊，柔柔啊，玩家玩袂起来呢。上介意看这种人生气呢，老师你讲骂两句嘅。哦，恁就过分呢。啊，最好听个继续。恁伤超过。敢有搁较重的，来啦，变 Q 的老师，你互伊改教一个较重的，互伊唱。我惊我一教落了后，就是所有拢爱逼掉啊。无要紧啊，阮就逼啊，阮现场弹着啊。基本上阮拢斯文人啦，我讲话拢较斯文，袂讲啥物歹听。所以你是做文雅的，你玩家。这你讲是毋捌玩，你安尼上过分咯，歹势。毋过我感觉你安尼嘛袂使，嘛袂使。你一个讲啥？来还是，真够水。我有啥物会使用唱，会使甲伊反驳无？老师你戏内底有啥物就是会使用唱，你讲印的无？你讲印的吼。对啊。一般来讲，阮拢是。唱那当人讲要烧麦的时阵，歌戏有几啊条会当烧麦歌。是啊。嘿，有一条叫做唱调啊，唱调啊，拢定摕来烧麦。啊，想要学吼，我想起来做咩歌词，烧麦的台词，用烧无，但是都无 Q 着这段。先跳过啦。阮的节目就是安尼啊，无写过。阮就是想要看老师安尼，头壳摸咧烧安尼，真好看。因为基本上阮那逃过啦，阮那较惯是拢爱逃过啊。你用做话是，这我可能较无懂。歹势啦，好啦，安那卖冤家，咱问看嘛，就是意见袂合时阵敢有？对，拢是就好话讲啊。这我无法度编曲啦，你还是敢有就是伊编出来，甲你感觉讲甲你的想法无啥共款？会啊，有哦，啊，这时阵咩条件？就是讲道理。就是讲，这个人伊是啥物款的个性啊？伊伫咧这个情景内底，伫写的时阵，我是安怎去想的？嘿，就是用讲的。更像老师安尼讲，我就想讲，好啊，牛力来，伊的声呢柔柔啊，我甲你所以 Polo 老师就是专力配合。系啊，无伊会讲，无你写这啥物安尼嘛？用做斯文的方式讲啊，你写这是要唱？是这意思。有一个音可能爱避掉，我听到。主动消音。伊嘛会有伊的想法，嘿，互相去理解啊。恁敢有印象当中就是上激烈的一届？莫讲免激烈啊，免安尼啪迄种的，就是譬如讲，恁就是拄好迄段。恁两个想法完全无共，还是讲争差真济，敢有即种的？其实对啊，有默契。我两个生就所以港你即摆心的呢。是对我就是爱讲恁做港心的，因为刚开始配合的时阵，对啊，基本上完全无所谓的磨合期，几乎拢免磨的就这免样。磨。咱两个是创啥啦？四档啊咧，练一个啥物？
牛心大做拢无，我都讲共款的。连迄首歌拢爱等过来，破老师甲你配合，4档啊呢，老师你合作几档啊？阮差不多10档有啊，10档以上。所以恁自第1档甲第10档就是安尼。嘿，嘿嘿，对，一直你要检讨一下无？阮为什么是我爱检讨？为第一出开始吼，因为第一出迄个时阵，建青写一出大场定的故事香火，迄就是伊第一届写着大型的剧场歌戏。迄届嘛是我第一届来到东美云剧团，阮第一届合作安尼，基本上迄届都无啥物问题。因为我感觉上重要是自细汉我都有看过伊写的戏。自细那有可怜啊！所以伊20岁啊，建成老师，你21岁啊？所以你主差几岁？差几岁？哦，这 TK 我就是想要看这种。重点是因为阮拢看足侪歌戏，所以阮了解彼此的公司，了解彼此想要做啥物代志。所以就是因共心，行共一个方向，所以就是两个人就会较斗吧。咱即马就是无共方向，今日无共方向。主管啊，你有听到无？你咧听这段的时阵，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阮两个本来是朋友吗？毋是啊，无熟悉，无熟悉啊，官配就对啊。当初不如莫熟悉，莫熟悉。官方来甲你硬斗做伙。对啊，某一工就是雄雄一个，就是啊。安尼比较无细字啊，安尼发生对，了解。比较，迄叫啥物？迄叫啥物？可乱吼，可乱，爱袂着伊就。像甲你乱，这句是爱比较奇怪，今日老师来，咱的这部风格愈来愈无共款。无啦，其实阮就是差不多安尼啦。好，安尼上尾也要请老师，就是一句话来推荐这出戏。我是我，老师，你已经问我第几条啊？健康的迄条起先开始。对，面部客栈即个明星相会店，即届真特别，就是内底要做武侠的戏啦。所以内底有真的迄种。对。哇哦！就是董碧云老师的团，清罕地会当看到即款的特色安尼，所以真正观众朋友一定爱入剧场来看，就特别的。看老师，因拢变成是遐个武林歌手，所以有吊黑，吊应该是无啦。我就是有吊的歪啊，跳来跳去啊，我就是有吊歪啊手的啊，看因练功夫安尼。哦，我来破罗老师。建青写的剧本吼，用一句较接听的话，就是讲吼，你笑笑的都会哭出来啊。吼，所以讲基本上，你伫咧即出戏内底，一定爱哦。吼，就是讲吼，但是伊嘛会足好笑，你反正就是笑甲流目屎嘛，无一点。但我迄我目尾看电线，才长啊，叫我变做乌色的啊，老你会当挂迄乌镜的目镜。但是我哋老师拢替你想乌镜的目镜，可能想暗。你剧场内拢看无啊？对啊，那内底拢暗暗，对啊。而且好拄则建青讲，即出戏有武侠片吼，我嘛有讲到即歌戏的内台时代。所以阮就讲一寡吼，迄种较戏班内底咧讲的话，就是一般的人可能是较毋知影的安尼。所以说有经过，譬如讲柯秀妮老师，伊就是亲身经历过即个内台时期的人，所以讲伊会甲迄个时阵的一寡迄个时阵人咧讲的话吼，来带到即个戏内底。所以讲有看到武侠，有看到即个内台戏，嘛有看到即个延续电视剧面部客栈的即个人物的关系，即个好笑的戏，嘛拢有。安尼就是有爱情的部分咯。爱情袂使讲，家己去看。也毋过吼，大家可能有疑问讲吼，若讲毋捌看过即个2018的戏，或者是讲即个电视剧若无看过，咁老师真的是主持人呢，我哪免甲题目念出来，伊就会使替咱讲呢，真好呢。主持会爱互伊，袂，赶快互伊遐个钱。毕竟是要来宣传嘛，讲互焦掉安尼吼。所以讲就是若讲毋捌看过，嘛毋免烦恼，因为伊基本上嘛是一个全新的题材、全新的故事安尼。即个人物关系，基本上你咧看戏时阵嘛，应该是拢会了解。所以就是哪看时阵哪了解，无迄就是一开始的介绍，还是讲入去时阵会分一张纸，先写讲啥物基本的人。
那是会当讲，譬如讲公司台机台，当个中部咱名博客栈的话吼，安尼凡是观众朋友就会当紧补习。顶部我来问看觅，主管啊，你有听到无？你是不是上好？主管你有听到无？有要名博客栈顶部的需求哈。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阮伫这节目面顶甲主管发声，因真正听会到，因为阮这节目要出去进前，拢有去用心查过。啊，原来是安尼。对，阮这有心查，就是阮要讲啥，其实嘛是个就是有人伫听的啦。所以免烦恼，安尼过来就是上重要的，讲上好不时间啊。咱敢要派一个代表讲者，跟起哈，你来讲，你来讲。哦，一人讲一个，一人讲一个啦。来啦，咱这好啊，即个名博客栈名称商会夹要演出的时间吼，自咱2024年9月14、15都要来演出，但是即个上特别的，就是因为以往阮的世界首演拢会伫咧台北，但是即个会伫咧高雄的维姆营，9月14、15吼，全部的首演都是伫咧高雄，啊，到11月咧才倒转来咱台北国家戏剧院，啊，连做4场，伫咧11月14到11月17日拢有演出，啊，过来到上尾到即个台中吼，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来做，是12月14、15的代志。哦，安尼其实中休困10月份安尼，哦，咱呢北中南拢巡回着啊，所以老师恁迄当阵就是嘛爱对咧去对无？看情形。什么意思？你不爱去哦？有时阵就是，我咧看阮高雄的听友想要看你本人，计看迄条青，你知道？即马就是常常的有迄导聆的安排，导聆就是伫咧戏咧做的进前，啊伫咧现场就甲观众朋友小解讲，即出戏有一寡，你的灵感的来源是为虾米所在来的，啊，搁有即出戏咧做啥，安尼甲一寡阿公阿嬷就先互因知影了解安尼。导聆多聆听的聆，你在讲聆导聆，不是偷导聆啊，不是。我想都怪想讲导聆，所以一直想着导聆。你们有在听导聆？所以华语叫做啥物？华语就是导聆，伊拄则讲的是讲华语导聆。导聆，导咱的导，聆听的聆。歹势啊，我可是安尼，即个导聆敢会讲台语？嘛会，看到阿公阿嬷坐伫头前，就会讲啊，阿公阿嬷，所以无共款的人会讲无共款的话。是。所以毋是一个人徛在头前安尼甲大家讲。我徛伫咧头前，毋过吼，就是看在场的观众啊，有啥物看年纪的。好，过来就是咱上重要的，今日请2个老师来遮，无互咱放一点仔好康，互咱安尼敢会使？哦，袂使啦，我们替阮的听友就是增加一点仔福利。迄边仔迄气话想讲，伊即摆要讲气话啊，伊讲恁家的节目用甲安尼，搁要叫阮送物件。来，听到没有？咱拄则有敲进过啊，吼！迄台北的，我跟你讲哦，阮的听友有80%拢是台北的。来，咱11月14、15、16、17，咱是毋是一工爱派一个代表？一工爱派一个代表，然后一人去一个所在。听讲咱台北即场就是咱健康的这粒星主讲，是毋是？主导聆，那听起来是要主什么头头疼的感觉，所以主要就是这4场的开场进前，你都会伫遐小解所有的戏的内容是，就是伫咧演出进前的30分钟，哦，几点30分钟，所以就是譬如讲，咱7点半开场，7点的时阵就会开始，是，啊，刚有一个集合的所在啊是啥物？拢是伫咧迄个大厅，啊，你刚会加一个机啊讲。要听都为家来。无，你基本上你到迄个剧场哦，你看人拢为倒位去，是哦，嘿，你就知影讲建青伫啥物所在。无啦，因为我18岁平常时毋捌行入去。你搁加主持这个节目，爱讲卡层。阮是一个歌手节目。无啦，我进前去的时阵，咱顶届去，嘛是去这个所在。咱去隔壁亲家的时阵，敢是嘛是这个所在。因为阮第一届去的时阵，找无路。哦。啊，阮本来想讲，就是伊讲前几分钟会使创啥，我讲找拢无，所以我爱问清楚，是像我这找无路的人，爱伫倒这会当找着健康的迄粒星的导聆。你若坐捷运的话，吼，你要为这个中正纪念堂
会来5号出口，对对出来。就是5号出口一一出来，就看到一间足星标的，嘿，这间就是咱国家戏剧院。佢上简单的，就是互你捷运出来了后啦，你看到迄间标，啊，你就行入去，你位地面咯吼，甲行入去，啊，你就当验票，验票了后，伊就会甲你引导去楼顶，去到楼顶了后，你就看人拢走去倒位，你就对人群行，就会当看到健身的导聆，啊，听导聆听了后，上重要去变数一下，准备一场看戏，安尼。咱这戏总共偌长的时间？若是佫有加中场休息，应该是差不多爱3点钟。3点钟，安尼最好的呢，就是去到遐3点钟节，啊，佫有头前的导聆半点钟，安尼总共3点半钟。是你数学真好。安尼提早4点钟去到现场哦。好，今日真欢喜邀请到2位老师来，2位老师应该是头壳摸咧烧，气话等下可能会做生气。我嘛毋知咱今日啥来变做即款的场面。安尼到时阵就是详细，就是送票的活动，就请听众朋友恁来去看阮这面册，看讲这要安怎摕票。你爱讲迄句啊？家己去看，对，啊想要看免费的，家己去看。对，其中台北的某一场，阮乌白边2个人会亲身到现场。对，阮会去现场看戏。老师伫导聆的时阵，阮敢会使伫遐看了去，安尼敢会去互拍？会互人拖出去。讲笑的，好，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老师来，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哦。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